Hi，我係葉天恩啊，呢度葉天恩塔羅頻道。如果你係新嚟嘅話，請訂閱、讚好、分享同埋開小鈴鐺，當發布新內容嘅時候，你會收到通知。可以 comment 話俾我聽你中唔中意同埋點解。每個禮拜我 free reading 詳情於下面，我永遠唔會向你發送信息，請提防詐騙，小心小心。我感謝每一位訂閱者或任何瀏覽葉天恩塔羅頻道嘅人類，謝謝 thank you。第一組，什麼讓你有吸引力？先睇塔羅牌。第一組，你係一個充滿冒險精神嘅人嚟嘅，你好放得開嘅。呢個係你吸引人嘅第一個原因。第二，你係一個都幾無憂無慮嘅人嚟嘅喎，你好樂觀，亦都好積極，都好外向。但係呢度牌就話你要注意一啲啊。我呢度牌就叫你呢就要適量啊，適可而止。而第一組你係會有新戀情出現嘅喎，哇！而呢一個新戀情係好似命中注定啊，係會有結果嘅，所以呢度天使呢就叫你唔需要太擔心。咁當然啦，亦都係你嘅性格嘅一部分啊，你唔會諗咁多嘅，係好 lay back 嘅一個人。第一組，什麼讓你有吸引力？你嘅身材都唔錯嘅喎，你有吸引異性嘅部分啊，可能就係你嘅腿。另外你好特別喎，當你同你嘅伴侶係有親密關係嘅時候呢，你係可以既主動又被動都 OK 嘅，你可以支配佢，亦都可以被支配嘅。你係可以 role play 嘅，就唔一定話要對方做晒主動嘅。你果然係好 adventurous 啊！喺親密關係同性方面，所以你未來嘅伴侶遇到你呢，應該都非常之開心喺呢一方面，因為你係好投入同埋可以嘗試唔同嘅形式嘅。第一組，什麼讓你有吸引力？你係有無憂無慮啦，非常之外向啦，樂觀積極嘅，而你亦都好樂於助人嘅，呢樣嘢亦都係令到你吸引人之一。但係呢度牌就叫你呢。外出同埋 social 咧要適可而止，例如話幫助別人咧都要量力而為。好，我哋睇下色仔講咩先。第一組，什麼讓你有吸引力？你係好中意接近人群嘅，你係好怕一個人嘅喎。呢度好多人啊，係啊，冇錯。可能呢一個怕一個人呢係你潛意識嘅 unsafe 啊，所以你要做翻啲 inner work，你要祈請天使高我幫助你，就唔好太過依賴人群去滿足你啦，去解寂寞啊呢一樣嘢，因為你要想建立長遠感情關係啦，同呢一個好似命中注定嘅人呢，你係需要多啲獨立思考啊！而家可能你真係好多朋友，或者你好多時候都係向人尋求意見，但係呢一度呢，就建議你係需要多啲 me time， 多啲 quiet time 靜落嚟，咁你先至可以知道喺情感方面需要啲乜嘢，而可以同呢個人呢，相處到落去。有啲離題添，不過呢一個都係俾你嘅 message 嚟嘅。第一組，什麼讓你有吸引力？你係一個好放得開嘅人，好 adventurous。無論你親密關係同性方面，你可以主導又可以被支配嘅。而短期之內呢，你有一個新戀情啊，可能係命中注定。你亦都好中意外出 social 吃新婚嘅。呢度建議你呢，就要適可而止，同埋要學識獨處。多啲 quiet time， 咁你先至可以連接到你嘅內在啊。可能你有啲不安都唔定，但係你就會以 social 享樂 party 咧去排解。可能你一直都係咁做，但係呢一度咧就建議你，如果你想 build up 一段長遠 healthy 嘅感情關係咧，你真係要多啲 connect to 你自己先得啦。呢一個就係第一組，什麼讓你有吸引力的解讀信息。多謝你收看葉天恩塔羅頻道，歡迎訂閱、讚好、分享同埋留言。多謝大家嘅 guys 同埋 angel， 祝你身體健康、出入平安。多謝你嘅收看，謝謝你的觀看，Thank you for watching，拜拜。
Hi， 我係葉天恩啊，呢度係葉天恩塔羅頻道。如果你係新嚟嘅話，請訂閱、讚好、分享同埋開小鈴鐺，當發布新內容嘅時候，你會收到通知。可以 comment 話俾我聽你中唔中意同埋點解。每個禮拜我 free reading，詳情於下面。我永遠唔會向你發送信息，請提防詐騙，小心小心。我感謝每一位訂閱者或任何瀏覽葉天恩塔羅頻道嘅人類，謝謝 thank you。第二組，什麼讓你有吸引力？先睇塔羅牌。哇！第二組你係一個高要求嘅人啊，亦都係好勤奮嘅，我欣賞你。你係會因為你一種性格啦，咁所以喺任何方面咧都係會容易達到成功啊！天使亦都非常之肯定你嘅，但係呢度牌咧就話你喺感情方面咧，可能就有啲虛空啊嘅狀態出現，可能你就比較投入你嘅事業同埋物質世界嘅方面。如果你可以喺感情方面有啲轉變呢，積極嘅轉變同埋以樂觀嘅態度去面對呢，咁你就可以 leave the past behind 啊。可能你嘅過去就令到你有一啲恐懼、擔憂同埋緊張嘅關係出現喺人際關係同埋感情方面。第二組，什麼讓你有吸引力？我係忽然間講嗰啲感情嘢添，應該係講你吸引地方噶喎。你好 awareness 係好強嘅，你係會先留意你嘅洞察力同埋觀察力咧，係比人哋強一啲嘅。可能人哋都未留意到嘅時候，你已經注意到。而你吸引異性嘅地方就係你嘅不經意。你可能喺工作專注嘅時候呢，就係最有魅力嘅。而你嘅桃花運亦都係唔錯喎，非常之受歡迎嘅你。但係你可能呢，就有少少頑固，不過呢個都係好事嚟嘅，你係擇善固執嘅。如果你有多啲彈性，就好似頭先咁樣講，可以樂觀地去改變嘅話呢，你就會更加成功喺各方面。好，我哋睇下色仔講咩先。第二組你真係唔錯㗎，你係一個 hardworking 高 standard 擇善固執高洞察力嘅人啊。不過呢幾樣嘢都係比較，不過你呢啲特質呢，就投注晒喺你嘅事業同物質世界。如果可以有翻啲彈性呢，你嘅人際關係同感情生活呢，你嘅人際關係同埋感情關係呢會更加好。而家內在就有啲不安出現咗，可能就呢啲係舊時嘅嘢。如果你可以好似頭先咁樣講咧，你就可以 leave the past behind moving on 到。係嘅，冇錯，你係可以 release 同埋 moving on 到嘅。因為呢一樣嘢令到你係久唔久就好似翻發咁樣啊。有啲隱隱作痛。你嘅桃花運係唔錯喎，第二組兩個輪出現咗啦。咁你就要好好做你嘅 inner work 啊！咁你就可以釋放呢一啲恐懼、擔憂同埋緊張嘅狀態。可能你一直都有，但係你就忽視咗呢一樣嘢，或者用工作嚟到麻醉自己都唔定。但係呢度天使就話，只要你祈請天使高我幫助呢，佢就可以幫助到你。我都相信你可以做到嘅第二組，因為你吸引人嘅地方真係幾令人欣賞。既然你可以做到呢方面嘅成功，感情同埋人際關係更加冇難度咯，就係咁啦。俾心機啦！呢一個就係第二組，什麼讓你有吸引力嘅解讀信息。多謝你收看葉天恩塔羅頻道，歡迎訂閱、讚好、分享同埋留言。多謝大家嘅 guys 同埋 angel， 祝你身體健康、出入平安。多謝你嘅收看，謝謝你嘅觀看。Thank you for watching， 拜拜。Hi， 我係葉天恩啊，呢度係葉天恩塔羅頻道。如果你係新嚟嘅話，請訂閱、讚好、分享同埋開小鈴鐺，當發布新內容嘅時候，你會收到通知。每個禮拜我 free reading 詳情於下面，可以 comment 話俾我聽你中唔中意同埋點解。每個禮拜我 free reading 詳情於下面，我永遠唔會向你發送信息，請提防詐騙，小心小心。我感謝每一位訂閱者或任何瀏覽葉天恩塔羅頻道嘅人類，謝謝 thank you。第三組，什麼讓你有吸引力？先睇塔羅牌。第三組你嘅共情能力呢，真係幾強
啊，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你最吸引人嘅地方。你周邊嘅人俾你吸引係因為即使第一次見你都會令到佢哋覺得好暖心，同埋好似一見如故，同埋已經識咗好耐，又或者係佢嘅好朋友咁樣，有啲咁嘅 feel。係呢度天使都係咁講。同埋第三組你係會俾人一種夢幻嘅感覺，尤其是喺感情關係方面。當你出現嘅時候，俾你吸引嘅人就會覺得，咦，係真實定係夢境呢？有啲咁嘅 feel。第三組，什麼讓你有吸引力？你嘅外形係好吸引異性嘅，甚至乎係會令到佢哋非常之瘋狂喎。我都幾犀利喎，第三組。但係第三組你就有啲 inner work 要做。點解你有啲焦慮出現咗？可能係之前對戀人或者朋友嘅失望。呢度天使咧就話俾你聽，你係值得嘅。所以唔需要氣餒，因為啲天使話會有好多人咧係幫助你，就你係有好多吸引人嘅地方喎，但係略嫌咧就欠缺少少耐性，所以你咧就容易焦慮，有 anxiety 啊，同埋對人咧，佢忽然咁樣，你就會覺得好失望，跟住就覺得所有人都會係咁，有啲咁嘅 feel。但係呢度天使咧就話你係值得有一段非常之美好嘅關係，只要你祈請天使高我幫助，去 release 你嘅 anxiety 同埋 let go 呢一啲過往嘅失望，咁你就會遇到一啲 keep an open mind， 多啲了解對方，咁你就可以建立到健康同埋長遠嘅感情關係。可能唔單止你俾人有如夢似幻嘅感覺啦，你自己都可能俾自己 fit 到都唔定。可能你會覺得哇，呢個人係唔係嘅呢？你自己都會有啲唔肯定。點解？因為你源於你自己內在有啲嘢未 release 到，所以搞到你自己都蒙咗啊！有啲 illusion 出現，唔使擔心嘅。我哋睇下色仔講咩先。係啊，冇錯啊。第三組你係值得擁有健康有愛嘅感情關係，而家只不過係 disconnected 咗啫，同自己。只要你花啲時間，有多啲 quiet time 連接自己，祈請天使高我幫助呢，咁好快就會冇事噶啦。係啊，你吸引人嘅地方呢，就係你會提供到情緒價值，同埋你有好強嘅共情能力啊！你可以給予到俾人，但係你自己就俾唔到自己。另外你嘅魅力咧真係唔錯啊，非常之強勁嘅。你仲有一樣嘢好吸引人嘅地方咧，就係你中意同唔中意你自己好清楚嘅。呢樣嘢真係唔係個個人做到，係你可以做到。第三組，什麼讓你有吸引力？你係一個好有共情能力嘅人，你可以提供到情緒價值同埋安慰到其他人嘅人。你好中意幫助人，敢愛敢恨嘅。但係你而家內在咧就有啲 inner work 要做，祈請天使高我幫助你 release 呢啲 anxiety 同埋過去朋友或者戀人俾你嘅失望，因為你係值得擁有健康長遠嘅感情關係，只不過而家係一時同自己內在斷聯咗啫，咁你就多啲 quiet time 連接翻咧就冇問題㗎啦。放心啦，呢一個就係第三組，什麼讓你有吸引力嘅解讀信息。多謝你收看葉天恩塔羅頻道，歡迎訂閱、讚好、分享同埋留言。多謝大家嘅 guys 同埋 angel， 祝你身體健康、出入平安。多謝你嘅收看，謝謝你的觀看，Thank you for watching，拜拜。